好，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湾到这个帛琉的泡泡旅游团，4月初1出发的第一团是真热烈，但是后续这个出团的状况就真无理想咯。4月初4甲4月初7这两天出团的人数剩10个到13个，就惊这个旅游泡泡会变做布破泉乌有去。这个帛琉的观光局来宣布，要甲包括交通运输、饭店甲餐厅出城的限制总来取消。旅客验证中心500块的费用嘛来取消。啊，旅客若是参访到特定的景点，阁会补助25块的美金，相当是台票710块。遮尔水的美景，4月初台湾帛琉旅游的行程拄开始，头一团满团顺利出发，不过刷落来出团的情形无理想，到底这泡泡团敢会变做干那村坡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清明连续假期，因为那时候它其实是一开始就连续3团都卡在清明连续假期的关系。那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他可能是因着就是后面的5天的这个加强版的自主管理，跟后面的就是9天的部分。虽然4月初4和4月初7出发2团团员真少，不过业者强调，其实咧问行程的要是有增加4成左右。为着确保泡泡团会使顺利进行，帛琉的观光局嘛提出优待。原本包括饭店、餐厅、交通运输设备，敢若会使有7成载运量的规定取消。4月14到9月30 500块旅客验证中心的费用，帛琉观光局嘛自行去收。另外，旅客参访陆客群岛水母湖，补助一个人25块美金，等于是新台票710。毋但帛琉官方有优待，台湾嘛会甲转来台湾了的自主健康管理时间放松，业者嘛真乐观，蛮乐观的在看这件事情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所有出团回来的客人都觉得非常的值得，即使他们要回去之后被隔离，他们都还是觉得很值得。因为疫情真侪民众无法度出去佚佗，即摆真无简单才有的台票佚佗团，伫双方政府的合作，希望团费会使搁较俗，互佚佗团会使继续顺利进行。